来看这条新闻，有影是喊呱呱。这昨昏呢，高铁上班的车厢经过台中的时阵，数一只粉鸟就安尼飞出来，大家是赶紧摕手机出来翕。高铁警官和保全呢，把这粉鸟一直赶到上盖头前的车厢，才把这只粉鸟抓到。原来这只粉鸟竟然是有主人的，伫咧标立站的时阵，人和粉鸟拢互赶落车。 列车车厢内底出现一只粉鸟，一开始是行来行去，后来惊到了后，四界乱飞。民众想要斗相共抓也抓袂到，后来高铁人员甲保全人员接到通知了后，要来抓，不过也无简单。这只粉鸟被人赶到车厢内底，将有抓到啊！ 星期暗头6点左右，这班高铁842班次的上北列车飞到台中到苗栗中间时，一只粉鸟伫车厢内底四界飞。列车长比也才知，伫白色帽啊盗抓粉鸟这人就是主人。经过了后，依照契约负责运送。查甫人甲粉鸟拢要伫苗栗站来落车。你看这样飞来飞去，真的很危险。毕竟鸽粪可能会到处跑，而且本来宠物带上 列车就是应该要关起来的。根据高铁的这旅客运送契约，除了导盲犬加警犬以外，若是要运送动物，拢必须装伫个复合长55公分、宽45公分、悬38公分以下的一个笼仔内底，而且全程袂使甲动物放出来，还是身体露出来外口。也代替公司对着鸟仔类也是非宠物的动物，更加规定必须要办理托运。车子上乱跑， 可能会造成旅客的像踩踏啦、恐慌啦、尖叫啦，有些旅客惊吓下可能会去开我们的安全门啊，列车正在行进，开安全门会导致旅客有坠车意外。 半山铁道运输工作室杨树林讲，相提出的规定，宠物运送相关的规范，除了要避免卫生的问题，更加要防范引起惊吓，造成更加大的公安事件。民众若受到宠物也是动物的需求，也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。记者宋海报道。